係，我一路聽到好多意見啦，即係聽到專員解釋啦。其實而家有3大點嘅。第一，香港法律唔容許律師收取按條件收費同埋按判決金額收費，呢個係明白嘅。第二點就係你有關公眾利益，你就係話律師應該以一個獨立身份代表當事人行事，同埋唔應該有一啲利益衝突嘅問題存在。咁所以我哋一路今朝喺度講咁多，就係關於呢3大點。但我一路咁諗。而家就係講緊，如果我係一個律師啦，我代表呢單案件，我梗係唔可，你即係而家法例而家規管咗我唔可以係有一個可以俾即係資助呢個案件嘅，係呢一單案件。但係我可唔可以資助第2單案件？而家因為我唔係喺第2單案件幫緊當事人㗎嘛，我根本就唔係代表另外間案件。我諗大家又喺度混埋咗一齊嚟講啊！律師自己身份係唔可以嘅，但係我當喺第2單案件嗰度，我根本唔係嗰間案件嘅代表律師。咁點解我唔可以係資助另外一單案件嘅問題？而家就係講緊2單案件，就唔係講緊同一單案件。同一單案件，我相信大家係明白唔得嘅。但係我點解唔可以資助第2單案件？因為我根本就唔係嗰間案件嘅律師。即係就冇利益衝突。係啦，根本冇利益衝突。咁你根本係咪連呢一樣都唔俾？同埋個理由喺邊度？係。所以如果你話千絲萬縷關係呢，即係其實任何一個人，其實呢個係雙向㗎嘛。我同人哋有千絲萬縷關係，另外啲人都同我有千絲萬縷關係㗎嘛。其實全世界都做唔到㗎喎。咁同埋你呢個呢寫得好闊㗎。你話就算係香港律師唔俾啊，明白啊。但係其他地方嘅律師都唔俾，其他地方嘅律師可能喺香港呢根本就係俾唔到法律意見嘅，根本就唔可以做佢嘅代表律師嘅。咁如果你咁樣寫，即係基本上全部人都唔得。同埋你話提供法律服務嘅人，即係代表咗師爺啦。我大律師公司入邊可能做一個經理嘅人啦，全部都唔得㗎咯喎。咁係咪個法律原意係咁樣係要寫到咁闊啦？定係正就係為咗呢一句話，香港現行法律唔准許香港律師收費咁樣？即係究竟個理由喺邊度？我哋大家都聽唔明個理由喺邊度。究竟係你係將公眾利益定係將利益衝突？我哋又唔明利益衝突啦，因為如果我唔代表間案件啦，我根本就冇一個利益衝突嘅問題存在，所以根本就冇呢個第3點嘅存在。我淨係聽到1點啫。淨係規管咗香港律師唔可以按條件收費，你淨係用呢一點嚟規限晒成香港嘅律師，包埋海外嘅律師都唔可以接受呢一個嘅服務，或者接受呢一個嘅提供呢個服務，即係我覺得咁樣係唔公平咯。